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6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利未记第9章22节到第10章11节，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建立。基督信仰是建立伫人甲上帝的关系。毋是为着要家己得到福气，嘛毋是为着要来徛输，嘛毋是为着要来迫害拆毁，就好像亲像三甲教会的建堂共款。有真侪人伫问讲：恁有家己的土地，阁有家己的礼拜堂，为甚物要拆掉？讲迄毋是古迹吗？当然，咱会当理解提出这种问题的当中，有一寡错误的信息甲概念。首先，咱要知影三角教会旧的礼拜堂当然毋是古迹，因为伫拆的时阵，大概是使用伫71年吼，伊是1952年8月7日开始启用，捌被这个新北市政府列管来调查4档，咧考虑要做一个历史的建筑，后来就取消列管。有啥物你知无？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去互这个新北市的建筑师工会鉴定讲，着爱来建议来拆掉重建。为什么要拆？这是上重要的原因之一的吼。当然，另外就是宣教空间的检讨。原来的建筑呢，无法度通过安全的检查，搁较因为当初是毋是建筑师所画的蓝图来建造的，是无有保存登记，无有使用执照，侪的社区的空间拢无法度来使用。所以，三角教会伫咧讨论超过30年了后，伫2015年和会来通过，小会传派这个建堂委员会开始来运作，目的是要透过这个拆除的过程来起造达到这个起造的目标。咱是要起造一个敬拜上帝的所在。要起造一个万人祈祷的所在，要起造一个宣教的空间，一个社会服务的中心。也好像亲像利未记第9章22节到第10章11节经文提到着摩西所起造这个会幕同款吼。圣经记载阿伦献赎罪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了后，人民来举双手，甲因祝福，伊就对祭坛落来。摩西甲阿伦入去会幕，搁出来甲人民祝福。上主的荣光对人民来显现，有火对上主的面前出来，烧坛顶的烧化祭甲油。全体人民看到就欢呼，趴伫涂骹敬拜。第10章第1节，阿伦的囝拿答甲阿比户摕因家己的香炉、厝火甲香，伫上主的面前献无神圣的火，毋是上帝命令因的，有火对上主发出。甲因烧死伫上主的面前。摩西对阿伦讲：上主捌安尼讲，亲近我的人着尊我做圣，伫全体人民的面前，我要得到荣光。阿伦点点无讲话，摩西叫阿伦的阿叔乌舍的囝米沙利以及伊丽莎返来。甲因讲，恁来，甲恁这两个亲人对圣所拎出去迎我，
因两个人就来照摩西的吩咐，抽迄两个尸体的袍，甲因领出去野外。摩西对阿伦甲伊的囝伊利亚撒、伊塔玛讲：恁毋通甲头毛拍伤，毋通拆哩衫哀伤，恁才免死。搁免互上主对会众发生气。毋过，恁的同胞以色列通为着上主发出的火哀哭。恁嘛毋通离开会幕，才免死，因为恁是互上主满有设立的。因就照摩西的话来做。上主吩咐阿伦讲：你甲你的囝入会幕的时，无酒交酒拢毋通啉，恁才免死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，互恁通分别圣还是俗，清气还是无清气，佮互恁通将上主通过摩西命令以色列人一切的规例来教示因。基督信仰是安尼，基督徒必须爱被拍破、被拆毁，然后重新来被建立。保罗看免哥林多教会必须爱审查家己、考验家己，是毋是会通过，是毋是需要被拆毁、重新来建立？因为被建立才是上帝圣神工作的目的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10节，保罗安尼讲：你着审查家己，看有照信仰的生活，无着考验家己。耶稣基督伫恁的内面，恁家己一定知。考验若无通过，就免讲。我毋望恁知，阮考验拢有通过。阮祈求上帝，互恁袂做毋得。这毋是要表示阮考验有通过，是要互恁通做得的代志。虽然阮互人看做考验无通过嘛无要紧，因为阮袂当做违背真理的代志，只有拥护真理。阮软弱，恁坚强，阮就欢喜。阮所祈求的是恁会当真做完全，因为安尼，趁我无伫遐的时，写这张批，才免我去的时，用主互我的宽平管辖。也对待恁，这个宽平是要建立，毋是要拆毁。保罗看免教导是为了要建立，虽然伊是非常严格，但是却为着建立基督徒的信仰，为着要建立教会来做。诗篇16篇，上主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是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，嘛毋敬拜因的神明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，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产业真正真好。我要称赞，假是我的上主，你是我的心指点我。我不时感受到上主的同在，伊伫我的正面，我袂摇动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。嘛袂互你忠心的子民落去深渊，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欢喜，伫你的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感谢主，透过主的恩典，也享受的救恩，互阮通接受，互阮会当得到圣神的重新来建立，成做主的仆人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